台语讲新闻，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讲新闻唠台语，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下礼拜六就是妈祖生，人咧讲3月小妈祖。当年旧历妈祖生这段时间，规台湾算做有3个上界大型的妈祖绕境活动，其中大甲妈会当讲是规台湾上界大型，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做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参加的人数有500万人，头尾行300公里。当年拢是元宵跋杯决定日子。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规模缩小，也毋过同款嘛有一寡禁区，同款发生抢救的代志，到底原因是啥物？甲时间交互李彩珊。欢迎收看今日的到台语讲新闻，我是李彩珊。今日的主题是要来甲大家讲啥物呢？爱讲的就是台湾人的信仰。讲到台湾人哦，有偌爱拜拜，还有一句俗语来出现哦。这句俗语就叫做是3个小妈祖，唔知影大家有听过无？无听过嘛，无要紧，咱来透过这个台语的讲新闻来甲大家介绍这个3个小妈祖是啥物意思，也佮甲大家来介绍这个台中大甲妈这个射景的活动哦。咱来看到头一个镜面图。3个小妈祖是咧小多几个妈祖咧？第一个就是咱的台中大甲妈，第二个就是白沙屯的妈祖，第三个就是咱北港朝天宫的妈祖。若讲哦，是安那是3个咧？因为这个妈祖娘娘的生日是伫咧旧历的3月23号，所以伫咧3月时阵，这个各地这个妈祖庙就会开始有真侪活动，各地这个妈祖娘娘的迷众还有信众就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哦。因为这个活动亲像是嘉年华，真热闹，所以嘛会吸引这个外国的观光客来这个台湾来参加这个盛会，真侪人来庆祝妈祖娘娘的生日，所以叫做是3个小妈祖。今年哦，即摆当咧进行的就是咱台中大甲妈的射景啦。今年的时间是按4月8号到4月17号，沿途会经过咱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啦。是安怎讲哦？我讲是今年的时间呢，因为这个妈祖娘娘射景的时间哦，其实逐年拢无共款。你要按倒位去，要按倒位结束，时间是啥物时阵？这拢爱来请示咱妈祖娘娘。妈祖娘娘若是决定了，你就会让开始来准备这个射景的活动哦。以前哦，因为这个规模较小，来参加的人较少啦，所以以前敢若行4天3暝。不过即摆随着这个妈祖娘娘的信众是愈来愈多，即摆是到9天8暝，距离是超过300公里，行超过这个100间的庙室哦，所以这个距离变够真长啦，所以行起来也较辛苦啦。有时阵哦，拄着这个天气的问题，有时阵这个日头伤大，大家晒甲乌酥酥；有时阵搁拄着这个落雨，大家是压甲冻糊糊，实在是行起来真辛苦啦。不过沿途4口位拢有这个民众来提供免费食的物件、用的物件、甲啉的物件。若是你感觉喙大、或者是巴肚枵，拢会当甲这个4口位的民众来结一下缘，大家交一下朋友，大家欢欢喜喜来参加这个妈祖娘娘的射景活动。好，咱来看到后一张这个镜面图。最近哦，因为这个台湾疫情的问题哦，有淡薄严重啦，所以这个庙方咧举办这个射景活动的时阵，希望大家会当来配合这个新的政策。第一个就是无要开放这个软桥骹，啥拢无要开放这个软桥骹咧？因为你伫咧拍的时阵哦，头前后壁拢无法度保持这个社交距离，会淡薄危险啦。所以讲，希望大家唔好来软桥骹。第二个就是讲哦，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庙会的射景活动，拢有注满这个3剂疫苗，有这个证明，亲就是小黄卡或者是网络顶头的这个证明，拢会当提供予咱庙方哦。庙方若是知影讲哦，你有注满这个3剂疫苗，就发这个疫苗3 OK 的这个证明予你，你就会当来参加咱大甲妈的射景哦。第三个，袂当抢救。这就甲头一个共款，因为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所以希望讲大家唔好来抢救。第四个禁止哪行哪食，这大家应该定定有听过啦。因为你咧食物件的时阵，就会甲喙暗摕落来，你的喙烂有可能喷到别人，别人食物件的时阵，喙暗摕落来，嘛有可能喷到你，安尼会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希望大家唔好哪行哪食。第五个就是有现场直播。你伫咧厝内底会当用这个手机或者是网络顶头来看这个妈祖娘娘射景的活动，唔免到现场甲人人人，安尼嘛较安全。好，咱来看到上第3张这个镜面图。第3张镜面图要来甲大家讲啥物咧？就是你若是搁想要来参加这个现场来参加咱妈祖娘娘的射景，就要遵守这个规定哦。啥物袂当做？其实这个禁忌也够真侪啦，不过咱简单6个说明就好。
头一个就是厝内底有办丧事的人，袂当入去庙内底。第二个就是在出发的前3天，你就要开始食菜。伫咧即个妈祖娘娘生日大典结束了，你才会当开始食肉。第三个就是头一摆参加的人爱穿新衫来表示讲你尊敬咱妈祖娘娘。第四个就是即个期间是袂当啉烧酒，嘛袂当来跋筊。第5个就是有心的民众袂当软脚骹。是安怎袂当软脚骹咧？是因为即个脚底有一个八卦。假讲你软过去会伤害到恁腹肚内底的囡仔啦，所以唔好软脚骹。第6个就是伫咧软脚骹的时阵袂当徛起来，嘛袂当来磕着咱的身脚。虽然讲即个禁忌真济，毋过咧咱妈祖娘娘是真有即个慈悲心，所以咧其实你带着即个诚心来参加咱妈祖娘娘的誓境活动，遵守即个规定，安尼就好。妈祖娘娘拢会甲你来保庇吼。咱来看到上尾一个镜面图。上尾一个镜面图要来甲大家讲啥物咧？讲到的就是即个抢救的问题因为即个大家想到即个大家要开始的时阵，一定会想到讲一定有人为着要抢救，所以来起冲突来相拍。亲像是即个妈祖娘娘前几工来到咱彰化的时阵，一个角头真有名的角头叫做张安乐。国语叫做白人啦，伊来到咱彰化的时阵，是为着即个接救的问题，甲咱即个彰化分局的即个副分局长来起冲突。即个副分局长咧，伫咧冲突发生的时阵，佮去互人杀，佮去互人打几落骹，实在真狼狽啦。好佳在即个问题有顺利来结束，即个示警活动嘛有顺利进行落去。若讲是安怎爱抢救咧？迄是因为即个传说啦。较早有人讲新叫来厝内底会带来好运，因为妈祖娘娘是神明所以来咱兜就会带来好运。大家拢希望来好运来，好运来。妈祖娘娘离开的时阵，会甲咱的歹运拢带离开，安尼我规年拢有好运安尼。第二个就是顺时厝内底求一下平安，因为即个信用的问题所以才有即个信用的人就会感觉讲其实这个世界。分散的世界，除了咱人性命，还有一寡我看袂到的物件，所以人看袂到这个物件，就希望讲神明会当来甲咱处理一下，所以来到咱厝内底求一下平安，顺顺快快，较放心、较安心啦。第三个就是真有民主，讲白就是真有民主啦。因为即个妈祖娘娘的神教要来咱厝内底，是真罕你看到的代志。边仔的人拢会真欣赏伊啦，想讲足特别的是安怎妈祖娘娘经领导来领导啦，所以真有民主啦。上尾一个就是软脚骹。是安怎软脚骹咧？因为即个软脚骹，你若软过去，就会当改运，嘛会当来去除歹运咱较早伫咧新闻内底，一定常常看到一寡爸爸妈妈带着即个破病囡仔来参加咱即个大甲妈的示警抱着即个囡仔来软脚骹，希望讲妈祖娘娘会当保庇即个囡仔平安健康来大汉妈祖娘娘嘛真灵诚，会甲即个神教停伫咧即个爸爸妈妈还有即个囡仔头壳顶较久咧，甲加持即个，希望即个囡仔会当平安健康。来大汉毋过咧，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软脚骹今年嘛是无开放的。希望这疫情会当赶紧来结束啦，互咱台湾人赶紧恢复较早的生活，这个传统的文化嘛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好，今仔日就是今仔日的讲新闻，希望大家听了有欢喜，听了有介意，咱先甲镜头还好，别来主播。